来继续来看高雄有一个乡亲到三明区一间卖肉燥饭的，买一碗大碗的肉燥饭是开50块。伊到网络顶问大家，这个价数是不是合理？是引发着网友热烈的讨论。咱的记者实地到这间店，头家讲，即摆万项的物件拢咧起价，肉燥饭离因内底食一碗是45块。 买回去，因为要用纸壳啊底，考虑到成本，所以加收5块、50块。未少顾客表示讲，若是好食，就值得开钱。嘛有其他店家讲，大碗的肉燥饭差不多是卖40块到60块，所以卖50块也算是伫个正常的范围内。 较一汤时啊，油金的肉燥，搁搅伫咧烧好好的白饭。老百姓爱食的肉燥饭，伊的价数是互大家拢伫咧讨论。国民美食肉燥饭经济又实惠，不过这样一份50块，你买单吗？有网友到高雄某一间家商附近包一碗50块的肉燥饭，问网友敢有合理？有人讲好食就袂开，不过某人感觉真坎坷。50块还好，不太贵，就学生买不了了。 还 OK 吧，大碗的大概都是在40到50啊。实际来到这间高雄三明建兴路这间肉燥饭店，开20几年，小碗卖35块，大碗卖45块，包顿去爱加收5块。头家讲成本直入去，要维持这个价数，真正是无简单。啊，现在都会差5块啊。因为咱外带咱有加纸壳啊，这物资就是拢起甲真悬，但是阮唔敢调甲足悬去啊。过来到另外一间伫咧中和路开55年的肉燥饭店，平常时啊人就真济，肉燥饭小碗卖30，大碗卖60，头家嘛讲一份卖50，真合理。啊，你无想要讲要起价？啊，你人客拢食固定啊，嘛若去起价贵，有的人客人就较无爱啊，有的人卖50、60。 拢差不多伫咧卡头。一碗肉燥饭50，有人嫌贵，有人感觉袂开，就看消费者的接受度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了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